们不能够只说我要做很多的外圣，那外网都忘记做了，内圣没有修持，那我们对外网会等于没有用哦，因为没有修嘛，所以就会变成阿修罗。有一次阿修罗网哦，因为我们道场是有仙佛的，所以我也会讲到有一些仙佛的那个因缘的。有一次阿修罗网来，真吓死人了！阿修罗来笑声哦，极为恐怖。阿修罗来点头是要返回啊，来，有看过影片？那个阿修罗王来吓死我了！他来的时候那个笑声，他就很大声的大笑狂笑。他说：“我要历史后学者说，一个科德经哦，就简单呢，最喜欢出同样的考题。当他要功德的时候哈，他就故意让这个人，这个人只要谈个甜哈，也不会来，对不对？啊，我现在欠功德，就让这个人头痛。有没有让道清每次来上课的公公听那不来，问到了快修了，有没有这样的？你要突破。如果没有突破哈，阿修罗公大概就出这个考卷的。反正考你读个听你就袂来啊，感冒你就袂来啊，有无呢无？啊，要读书嘛是啊，你哪来上课拢会读过啊？你要跟你的冤亲债主说话。或许刚说过了冤亲，都不要人家改变冤亲恭维。或许大概有要读过，我自己心里会跟他讲哦，这样要讲我上课读不会听啊。或许我很讲哦，你不要再干扰我睡觉。你要是干扰我睡觉，我无听到有理吼，我就行哩。我每次都会跟冤亲讲嘛，心里就会讲，那许多不可能都苦损啊。像或许去年一整年都卡疼，莫名其妙的脚痛哦，那卡拢肩胛骨都请一样。啊，或许每天都跟他早上起来来牵他，就跟他讲哦，一天我或许都很比较幽默，我跟他说，你吼。已经互我听几个，我嘛算伊啦，伊拄仔真正让我痛一年，痛一年8个月，8个月了的时阵吼，我就想讲哇，安尼袂疼，伊就讲，或许脚去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就一直走，结果或许痛今天好的第一天，我做欢喜啊，公园博满了料那较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吼，背袂起来，人整个不起来，或许第一次哭，为什么？爬袂起来，迄脚疼会使行咯呢。啊，爬袂起来了喏，或许哭啊，哭又不敢，因为在道场参观嘛。或许当领班，或许还主办点时空好点之类，你赶快先去代表，或许没办法起来。或许说你把手机放这里，或许我看点不一样。或许有些儿子，我儿子赶快来，我没办法爬起来，带或许去急诊。也许医生讲落枕，讲落枕那种可能，讲落枕住下，我做个考，这个落枕的。松弛基础做了开始考，可是到他们说10天，或许整整落成4个月，加上脚痛8个月，那么1年，都没塞关。可是或许班都不敢不去，可是每天都跟那个，我是个慢业力，我就跟个讲你吼，拄好就好啦，你若个给我吵吼，吵到我来认人吼，我欠你一世5年的我也，每天都跟他讲。讲到好感动啊，就是4个月之后好啊，然后就是看舒服，所以还是会遇到的嘛。啊，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跟冤亲讲话？你平常时就是得力听明白，你讲讲你遇到困难的时阵，遇到艰苦的时阵，就是咱做事会救啊，人家要功德嘛，你不亲近，所以或许到中国大陆哦，办道行哦，真的不夸张啊，一下飞机。德清来讲啊，德清讲你袂使讲，你若是要脚疼哦，包一个大个安尼骹搁咧摆，或许迄人才来讲哦，道清来讲哦，或许都会换上端正的那个裙子哈，穿高跟鞋，因为中国大陆更是外在形象的。然后去到饭店时，骹都紧，然后牙就管的呢，所以我晚上会觉得不面见道清的，德清袂使来看，因为都要在房间把脚抬高。为什么？因为道清咱看的形象，都袂使有道清知讲咱脚咧疼无，行到拢跟头疼，其实拢疼疼安尼啊。啊，迄若跟财富池搁较公平哦，拢袂晓讲，电视咱紧坐啦，都继续带着电视过来行哦，那个很累耶。所以后面就要出门陪侍的道清哦，然后酸你较用，比我较老看行李，或许平常开玩笑拢这样，或许出国从电视看靠来，或许吼。
或许发现到出去的道亲拢比我较袂晓看行李。各位知道在厦门哦，厦门的公车哦，都满满的。我们哦买东西买到，你想要去你家里人伤济，袂使把这物件放来家。啊，行李我带出去，道亲手拢无来，因为或许会当做苦工的，或许我来行李带去里面带去里面，你大条都拖起来吼，你有经验啊。所以即摆要找人道亲，得爱先训练体力。真诶，啊无摕来无绝对拼出去，迄拼出去搁倒拖有无？啊，我像拢讲哦，你有经验，我怎讲你听有嘛？心，所以我才甲你讲，你拜托你来训练体力，迄拼出去过来拖行李有够。对，你知我第一次拖不动，我或许来家一个拖，以前我们常常出国，所以我做到提行李，或许才扛100公斤啊，所以是比较有力度，啊行李要咱挑啦。以前就是啊，所以我想讲啊，道亲新道亲来的时阵吼，你来甲我拖，啊若无新道亲，咱就共阮同乡嘛吼，兄弟姐妹拖把去，所以你嘛拢第一次拖吼，真混蛋，你第一次拢白讲，我即摆讲我的心声互你听，哎呦，那个行李拖到，我大概讲啊，好期望那个道亲能帮我拖行，但是个看哎，每个都比我弱了，哎个，啊我现在就会看。迄道亲吼，咱来讲哦，好帅！你讲电视，你是我嘛生我，那个拍摄感应了，我不知道红电视我无讲，你可能较袂啊。我连你在较新哦，人家讲电视你帅我也帅，那不然讲说好帅是要给人团圆，你个你在个别人较新哦，电视你帅我也帅，然后那又没要装扮哦，所以讲到，所以内政涵养品质很重要，提升自己的自信，所以要不要来上课？要上课。啊，你即摆问者，每次上课都有道德举手，要请假。对，请假，袂使请假。啊，这边都有请假。你肯定看项目条出来，咱这里0。来，每次上课都没有请假的举手。啊，其他都有请假。好，放下。或许都不敢请假。或许唯一修改好处就是或许唔敢请假，因为咱做惊请假，咱的9学期主来情况不烂。各位，我们是坐着上课嘛？那9学期主嘞？对。在哪里？所以你这摆困，或许讲无要紧哦，但你9学期主会流眼泪嘛？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睡觉的时候，就想到9学期主，你都有惊醒啊。所以或许说你们睡觉或许没有关系，可是9学期组会不会有关系？那怎么敢睡？所以要改约监控，你买我。所以或许要入班前1天晚上，前2天或许都不做其他事情，也要很有精神上课。啊，然后只要周公来，我就跟他讲，你卖打茶，你吵我9学期组在变。所以或许上课现在很少睡觉，唔敢困，因为你要不得力嘛。啊，我们就觉得说上课的是小慢点，这样不知道。那9学期组在一一的期盼我们的功德嘛，是不是？是。啊，然后你上课到一半走，那9学期组都在跟你，袂使听经闻法，啊，你怎么沾光啊？所以各位上课是不是要恳求上天慈悲，让我们能够旋转上来，是不是？真的要啊。所以或许有讲本身讲你礼拜几在做啊，外边拢在礼拜几在做，礼拜几咱家己开一堂带互伊，啊开一堂课吼，讲当时你就是袂使做，啊你的行李也做较少，不会。以前我们都要应酬嘛，可是后来我们进道场之后，不用应酬一样可以做生意啊。所以各位都是道场的精英的，而且都是老菩萨。你要了解哦，咱怎上课就困啊，咱年纪大干嘛是怎？可是我们的9学期就比咱较老啊，对不对？是不是啦？是。啊，所以咧，就是为着因，咱咧精进法喜爱充满，爱改讲你莫甲我干扰。所以以后上课哦，千万不要请假，因为当时要上课拢知嘛。啊，千万前1天晚上要背亮可能对不对？大家要提振精神，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把每一个好的灵性的道理去滋养，这是很重要哦。所以我们在讲，让我们讲到灵性会就是上课啊，那叫进阶班嘛。啊，回去之后我们在公
恭诵弥勒救苦真经，每天恭诵的举手。好诶。每天要恭诵，恭诵弥勒救苦真经，乃在天天顿流，对不对？把费人爱心的回向啊。那时候我们道场最近在推，以前后学进道场20年，从来没有听过恭诵弥勒救苦真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仙佛灵台每次都说要恭诵弥勒救苦真经。果不其然，我们道场现在最近很多人莫名其妙就发生受考。所以我们现在行住坐卧就是念弥勒救苦真经，有卖公会啊，就是念这个弥勒救苦真经，然后大家就鼓励说，先佛说你先不要，先卖不会回向给自己，先回向给谁？眼前在主。或许说错了，先佛说先不要说回向给别人，先回向给自己，还有自己的眼前在主。先佛一直强调，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也没有恭诵的习惯，只是常常念嘛哈，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子早晚起来行住坐卧总是都在念弥勒救苦真经，没有这样子，所以我们来不上，那叫我们诵经班吗？没有，我在哪南空仙的时候念的，有，往生的时候才有。那平常时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初一十五诵经班，那个别人的菩萨就可以进来。他们就恭送，恭送完就回去，一下子而已啊。正常应该就这样，就是。然后呢，反正先我就说用所有的方法，让道亲可以回来。所以这一次发一重的马经理到我们单位去分享的时候，马经理或许起来做配合他，一来是跟我们讲，会使食较咸料安尼。我们大家当然说可以啊，所以马经理一上来就讲发一重的那个。点燃是嘛？他父子就是田是在大陆旁边，不就是菩萨旁边。也说我们修办道者，他叫我们说，我们现在问大家，我们第一次他问我们不会回答，谁说？要谁说啦？他说是我说的。你听得懂？你们给任何的指令的，你要谁说？我说，那要谁做？不是他说要大家做。我那听得到你们康会，是我做的话，我听我来做，安尼我都开展。他说就是要我说大家做，什么叫大家做？我也做嘛，大家一起做。安尼人这样子，因为那边听说我现在来煮饭，轮到要煮饭要帮饭，我说了，我跟我打给听，谁做？大家一起来哦，大家一起来。所以他说修办道者就是要开道，开道我们一直开道，大家才有道办道。不然你就是永远修办道只有自己可能。他说修道，咱那在修道无后是可以的咱修10年、20年，他才会道理，咱天时地利，咱道家好爱修爱拜。可是为什么到现在只有一个后学，甚至一个后学都没有？就是没有去开道，没有去讲道。所以我们听了很多道理之后，内圣说你公单这两时要今后。如果他没有后勤，就定别在空时要几个，还有得力。你知道修道这么好，你讲你修田家好，想让你10年、20年后，你我就爱众生。众生没有出来的话，你的九玄七祖同罪啊！你的九玄七祖就没有办法沾光的呢。而且这帮众生是真艰苦呢，对不对？咱来个地球看电视，咱来个会会讲应咱。我的等5班的请假来学，是是随时随地见到成道。所以我也希望说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有一种不同的思维办道方式，因为每个道场一开展，我感到或许讲的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样做，不是，而是说能够在不违背我们爱祥单位的修办理念当中，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开道的方式？修办道就不离开嘛，开场度化嘛，那你是一定要给班主任。所以我们现在你看，红娘是那么辛苦，是不是要到各国？是不是？是。那我们自己守在台湾的人，是不是一样要随着典藏式的精神，再开展
开禅。你还是跟后学分享说，不是当时我要去西马开禅，其实我在端做改通点是指对后学分一起拿工作。那我们家里有佛堂，我怎么办？我怎么在讲？伊就甲第二师讲，第二师我要去啊，做行会啊，所以我来赚不了，我点。第二师说很好啊，很好啊，你也安等，那起码的这样子不可以离开佛堂。所以安等，安等了就甲第二师讲，第二师我爱设佛堂的呢，我是不是要办道？第二师说好啊，你懂啦，我能懂啊。结果他就渡了几位钱钱给这个第二师办道，办得了去，第二师更好，因为第二师说。但是我办到之后，我这边是不是要开班呐、啊？因为那个人才苗，这个地方住哦，如果是我应该有规定版的。很多人说，是不是只有开进阶班吧？人越来越多，应该来读谁法会啊？你还是说好不好？好，就这样子，整个西马开始了他的道路。这就是承担开道。那为什么最近会去中国大陆？也是一样。中国大陆有个道金龙，一个是上班的。啊，你们一般看我经济嘛，我上班所以就离开嘛，他没有，有点是上班的。我还叫你宿舍哦，我会传种子。啊，我还礼佛，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就开展了他整个中国大陆、广东的道路。这个人啊，他有内圣，他听了很多道理，他知道众生很苦，随时随地不能够离开度化，不能够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在行的，所以我们听了有没有很汗颜？你应该不会，你让我被开禅道路，所以我们是分享说，那个人比起来，跟人家比起来，或许是不知道各位可能更亲近，但是或许听到了，我们听到这样子是这样子开禅道路，那为什么内圣？它涵养功夫有顿起，所以我们跳到那个前面六祖坛经讲，内心先下是功啊，外形于理是等。我如果读六祖坛经，是用完你来通精神证，内心能自谦哦，对，让张大公我真还慢，所以像我们还是开心讲啊，我还慢，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谦虚嘛。但是这才是功哦，我们以为什么叫功？其实发自内心觉得自己不足，这是功，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那什么是德？外能礼让就是德。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让我们对功德有不同的诠释。那两种功德，其实我们现在去读，内能自坚，从内心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当时达摩祖师来的时候，他跟梁武帝那对话？那气流公平哦，真正是公平的。可是为什么会达摩祖师会跟梁武帝说毫无公平？因为有违法嘛，有违去做的，他不是发自内心，因为是第一众生的，而是他是想要得到功德。所以本来这么大的功德，因为我内心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修行，而变成没有功德。所以不断的将自我的傲慢、贪念、嗔怒、疑惑去除。缩小自我，尊重别人，这叫自谦。自谦才是真正有功哦。所以，我们做事的出发心，这个发心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积功培德，我们要对什么是功，什么是德，再一次的复习。相信在座的老菩萨、各位大德都非常清楚。但在最后，或许要把这个再复习，就是说，外能礼让别人，缩小自己，这些才是真正的修养。所以一个人如果自大，对人不尊重，怎么会让人看得起？如果膨胀自我，那么又如何让人家容得下呢？这就是我们对功德的见识。念念无间是功，心平止是德。在六祖坛经讲，念念存正念不间断哦，而且念念修行不停止。这是刚刚后学讲的，你到哪里，我们到哪里，都是一个办道修道者。他没有停止的，说264中他没有离开道的。用这样的想法，那个你干嘛那年纪大了嘛？你干嘛年纪轻？年纪大、年纪轻，随时随地的时间都要用在众生的身上，自然就会这样子。久而久之就会有功了。所谓出而免之，那刚开始都是勉强，就像我们来上课，刚开始都是被勉强的，我们都是被老师这样引进的，久了就会自然。所以我们对道亲、对
新到期要不要勉强？要不要？要不要勉强？要。尽量勉用。当时如果没有人来勉强，或许我们今天也不可能修半年。他才不管，所以或许你还说，都经工厂是伊代志，我们请他来修办是咱的代志，讲嘛是咱的责任，伊要来不来是伊的代志，但讲咱来讲，说久了他就会，所以到期一定要勉强。就是现在细汉咱叫人哎呀，咱可以小囡仔嘛，所以佛堂都很像托儿所嘛，是不是？就是要勉强哦，所以这一次一定要，所以自修性是功哦。原来我们讲的功有不同的见解，在幼儿园，自修性就是不发脾气，自修身就是不做坏事。所以我们如果脾气毛病不改，叫我们内摄不能够去。所以我们只是今天在复习，我们是11点半下课，对不对？是不是？放心，各位不用看时间，或许准备准时11点半下课。你较老讲嘛，我11点半就准时要食饭哈，所以各位不用看时间，或许功课不要抢费时间。从来没有哈，所以基隆推的希望各位能够3、4、第1月、2月，所以很棒啊！我们到场刚落成，所以我或许有听说嘛，那点9条让他等进来要完，对不对？亲切，所以很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善用。那修道等于节流哈，就觉察、止念、断习、忏悔、反省、不造业，这也就是我讲内圣外道啊。所以悟财大贤慈悲哦，他常讲过，过不积不足以成罪，功不积不足以成德。所以各位内圣外王这个积功培德，要随时随地260中。所以因功须向生前积啊，业在修教身后还。所以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设身的时候，要拼命，要拼命去做。或许昨天有在我们道场分享，副领导就是候选的另外一半啊，他现在在国外，他从民国70几年去开展大陆，他最近就很急啊，很急，他就去请命了。因为他是开展孟加拉、缅甸、新加坡整个，但他最近就很积极要到中国大陆。那当时枢纽大的就是跟副领导讲说，你要把这些国家不喊出来，大陆先暂时不要去。可是或许最近看他就跟上方请命说，他一定要去中国大陆开展。因为他是开放人员，或许很少跟副领导有很多的互动，因为他已经开放已经30年了嘛，70年到现在30年。以前才等来2届，就是到场给他是班有空来过。他回来说或许嘛，一天嘛讲无一句话。所以我们夫妻就是气为母子的伴侣，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或许对他很多事情不了解，因昨天来过较真好，他就回家的时候就困，他10天就出国这样子。他或许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跟他问哦，副领导慈悲哦，你最近为什么这么认真在开展道路这样子？那因为副领导在去年，应该说前年啊，前年12月的时候，他那个司机，心中排了那个粉色，跟他去嘛哈，心脏排过你知道吗？那做支架，心脏，心脏，要做支架，在马来西亚。然后半夜马来西亚到处打电话回来说，那叫我师娘啊，师娘那个副领导在急诊室加护病房，或许我没上网他现在做支架，他道歉哭了一团，我或许没在那边，他道歉更难了的，靠看那个马上开刀，他或许就半夜打机票过去，一大早到马来西亚，然后他们就直接带或许去医院。那一到医院呢，或许你在一个心肌梗塞嘛，你在上面，或许就觉得说，反正你急诊来亲人家过来嘛。去的时候道歉就跪下去，我就觉得发生什么大事啊？你就是问我这副领导可能被回去上篇脚趾啊哈，然后对不起，我们这样子，或许马就问他们怎么了，他就说要开，可是当时或许就有先打电话过来说，不用等候许做决定，练得很回得运，等候许过来到早上可能就没晒干嘛。过去就已经开完刀，开完刀或许进去副领导的一天开完，或许就进去急诊室看他。那副领导或许来了，很惊讶，怎么那么快就到？或许公民在，或许的有我拐啊，然后或许嘛在严重，因为很多人嘛哈，很多的时候
跟葛金靠干哦，他就在那边欣赏道金哦，对待这个副领导，因为或许已经30年没跟他生活，因为他是开荒人员呐、虽然他是我的先生，可是或许读的从来没照顾过副领导啊。然后他醒来说：“道金哦，我有一天啊，每个人都含着眼泪哦，只有我没有含着眼泪了。”或许在想说，哦，他们把这个副领导当作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哦，然后那个擦身体哈，或许我要起来，因为30年来没照顾过病人，然后那道金啊，鼻干气天哭哦，因考一下，或许不能修养武功靠山啊，就是一直哭啊，就是觉得没有把点传师照顾好。所以冯点是看善哦，另外有人叫过看老公了。或许打一直问冯点是为什么瘦了，一直哭哦，然后就开始哈，什么东西不让副领导吃，什么东西要让别人吃哦。或他今后所以装支架的支架一装好就，然后啊，没多少几缸啊，第3缸或许公务来跟你打开出去管，你为什么要回去？哦，你们照顾的比或许好。因为或许本来是如果没有去，或许是要去金门的，因为有道路的问题嘛。哦，你照顾他好，哎，打得出压抑点。哦，因为他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你的够好啊。哦，他是开荒人员，生在马来哦，死也在马来，你们要照顾好这样子。或许就回国，就是他们把副领导照顾得很好哦。或许我也要把这一段写下来，看到道金对点传师的爱。或许我下次懂了。公真的或许看到说我们只看怎样，那或许觉得副领导开荒这条路是走对的。如果伊若是台湾哦，顾伊袂顾到遮尔啊，唔甘安尼啊。早上就一群人陪副领导去运动哦。我老公你就在那边好了，你回来我们不可能这样子照顾你。真的就是看到道金啊，比如对第2岁的教狗，那最近他就是回来健康检查，因为马来西亚医疗团队很贵，3天的支架花台币46万，3缸。台湾健保不申请的，我们以为台湾可以理解，对不对？没有，他只给你住院费用，那些医疗费用46万3。或许哈不赞成，我们他鼓，我回讲啊，现在住院了，你讲师娘放心，我们道金已经帮这医疗费用，我中华医疗，我们开700万，我们得救哈，因为他是开荒人员嘛。结果哈，最近危险副领导让我发现，原来他的胃科跟他发文机在，他有在运动哦，他每天都运动，每天都吃得很清淡，所以副领导就讲业力啊，如果你这辈子是因为到我的家族型的中风，我们家前道都没有活过51岁，只有副领导多活到60几岁，所以他很紧张。我们家的前阮到3兄弟啊，一个29岁转去，一个40岁51岁转去，就只有他活最久。阮公公也没有活过51岁，阮阿舅家大家都谈到，我们家的前道都很短命，只有副领导是最正向的这个，所以他很紧张，所以他最近很紧张，他就说他用跑的，用冲的，一定要把道路办得更精致。所以我就想，或许本来不知道一太火报警，他检查完那个或许讲说一太报警，你知道吗？他就出国了嘛，因为他回来开点燃师班嘛，开完点燃师班主跟不够，只是或许从他的办道当中啊，我们这30年来副领导办道他都会传 email 或传真过来说他做什么事情，就让或许知道而已。但是或许觉得奇怪，怎么最近这么认真？整个马来西亚整个道路的道期要过去云南，要过去湖南，要过去哪里？怎么那么精进啊？或许才知道说，因为他觉得也会是跟他爸爸紧张，啊，我觉得可能啊，他变来以后一些风就是讲以外，就只能吃药，你也没有其他，因为他本身的运动我们在做，有他每天跑5000公尺，你看我不来，打工打1个小时，所以或许讲说啊，你这样子，那我会更排，所以副领导最惯常讲的几个啥呀？以会更排的时阵啊，做那个新老板的时阵，他看到或许觉得说，好奇怪啊，你这种没在运动的哪能背？或许从来不运动，或许是运动健将，我以前是体育健将，可是从来不运动。或许讲哦，我累世名好，累世的名好条文，所以我们当然
有形的要不要保养？要运动。但是其实基本上的累积大量较重要。有，虽然我拢修偏的，我是从来不运动，但我最近会运动的，因为觉得不运动还是没有体力啊。但是生病跟运动有关系嘛？但是不是绝对的什么关系，反而是积功培德才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妇女老的东西，起码有胸有胀。所以各位浅浅，咱起码一路行。听完这一节课后，就希望说，我们以上来一天办都办3点钟，即摆办4点钟、5点钟，因为咱来好天啊接一啊呐。啊，安尼就是一个属于基础嘛，好天接一啥？真的，国语跟他讲，好了，反正我就跟我说，听了那么多课，我们都是老菩萨，都是道场的基因了，对不对？咱再来听这个课，好像亲靠的亲啊，我不听课，而是要静静的积功德，认真的去毛病改脾，去把自己内德修好。内德修好之外呢，每三天休困，用的时间不管老菩萨、少年菩萨，拢爱想着众生。你去佚佗，来甲啥物？斗鸡皮，对不对？咱内圣来修好，甲做齐家修嘛。所以内圣外王讲到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嘛，这个是内圣嘛，齐家对不对？然后外王呢，治国平天下。所以其实我们在经典部分，除了平常时要研究经典，爱来听道理嘛，听这道理就是要改变大家啊。我听这些道理啊，拢用咱的思想，这咱勉励。因为如果不用在别人身上，那我们刚才不后学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外网的部分呢，真的要2、6、10中不离道，不离道不是只有自修哦，而是要去带动大家来佛堂修行啊。所以我们把最后的觉察止念，简单给我供回哈，从烦恼易断，习性难改。所以长夜积习，小悟无明，要常讲。愿大慈悲哦，妄念不喜，如悔不止。要对治妄念，唯有靠自觉与坚持。我们听了这么多课，但我们在有听人家课，那下起努力，原来是把平常的慈悲，然后其实都在慈悲，所以我们就要自觉与坚持。自觉什么？生命有限，使命怎样重大？咱要来做咱来做人啊，对生命有限哦，咱人会叫我几岁？使命重大，咱会做人，咱就是要来完成这一次白羊的盛宴，是不是？所以要自觉。所以心要有自觉，就能生常态心。那你慢慢开始不久吧，则能够良心不灭，然后心能够坚持，就能够改恶为善。见善如不己，见不善如生。不怕无名起，只怕崛起哈。所以越描越，我们不管是财师、法师、无畏师啊，布施不是有钱人在做的，功德也不是时间有的人在做，这一定要记起来。但如果有没有？不管你有时间没时间，都要做。所以功德是给什么人在做的？有心的人做。我在大学讲是功德是给谁做？有心的人做。愿大力大，心愿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们现在或许希望我们今天之后可以想到有更好的积功培德的方法，然后开始去做目标会决定方向的路程。所以愿的圆心那么就是你的愿是为己或为人或为众生。所以各位要想，咱随时2、6、10中，咱所想的是想众生的代志还是想着咱家己的代志？是想着道心的代志，还是想着咱囝儿是什么？我们要时常去这样子想。所以教菩萨慈悲，自重所以自动。咱先来主动，就是咱自重嘛，对自己的使命，对自己的职责使命，对咱修班的因缘，我们有非常的自动，所以我才能够自动。离功德之灾不可稍懈，借机力堵而能够尽觉止。所以，不管在哪个阶段，或许一直讲自爱所以自发。我们为什么能够自动自发？因为那是自重自爱。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自动自发？因为我们自重的心、自爱的心还稍稍微的没有提起。所以民生之事不能预测。所以咱拢知咱平常咧讲人是观察是对。
是。不是在讲因为一大，有时候他可以包括到100岁嘛，那年纪轻的人也不见得哦，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勤奋而能无怨无悔，虽然这个你们感情绝对，没少女怨叹心，哎，这干呢，还好有我，还好可以做哈，所以不自动自发者般能够成为真的自觉为自己，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问人，不要问说为什么不能够自动自发，因为那你是不够自重，不够自爱。如果我们自爱就不会自动而自发哈。每想我们来规划，每那年你上。你认来给他规划，因为我们道场只到小组长，所以忏悔反省不再造业，所以我们今天之前10时，我们每天烧香，干嘛先忏悔？跟先我忏悔，跟我们的冤亲业主业力来忏悔，说我们上辈子不管欠你多少，希望另外一个来搞我该搞，那我会尽力的还给你。那跟上天讲说，我真知道我有不准，那希望你有智慧可以去做事。所以其实上天给我们的法宝不行。求办道者，修办道者可以跟我们的冤亲无形来说话哈，所以这个法律主慈悲哈，叫法律主善护口业，不记他人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然后善护业业，清净无染啊。这个是在讲我们自己要这样子。所以师父老在直接讲到财师的，我们道场这么大，大家都有财师，对不对？是不是？是。所以我们修办道者在挑战力量。所以很好，来道场来请下这哦，现在这我是很常大工啊，350块，好野散拢赶快350块，对不对？他可以穿这样子，那把该留下来的呢，的财是用在哪里？用在众生上，众生那用的，我们较济就甲开来，对不对？啊，那咱家己要用的呢，一点点1分好，咱就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哈。所以